2018年1月13号，台北一公园大楼举办动土仪式，当时财政部长柯振雄、时任台北市长陈水扁，甲时任立法院长刘尚焕作为主持动土仪式。让今天的典礼能够非常顺利。第二张白色的帽啊，就是未来一公园大楼完工的型，目标就是要争做全世界第一高楼。2004年年底才完工开幕。乔丹在 NBA 的地位是无人能取代的。当一传出他明天要宣布退休的消息，全球各地媒体无不报道这一项令球迷难过的消息。美国 NBA 职业篮球名星 Michael Jordan 在1999年1月13号宣布退休，和球迷队友拢真失望。Jordan 在15年篮球生涯内底，拢总摕到6摆 NBA 总冠军。伊拍球的招牌动作，和大家拢讲伊是篮球界空中飞人。